亚立法院针对3班和病变明确立法进行调解协商，不过惊讲难言加立法会冲击这个偏向的医疗，落尾呢专案是保留继续协商。 护理团体提议请久的3班和平比入法，15日立法院党团协商，调解甲卫福部拢无共主张，到尾也无共识。护理团体发出联合声明，即马咱国以专业平均和平比做规范，确实无法度反映临床3班照护强度，有配套的入法，才会当提升照顾品质。上关键的就是爱护护理人员有合理的薪资，保障新进人员他的起薪就是真的有达到最起码的要求，会有一个制度设下来。你回归市场经济，你加的不够快，你真的请不到人，你的病床就会开不起来。卫福部甲护理团体对无共病院3班和平比有共识，医学中心1班1:3，小夜1:9，大夜1:11，还有区域病院1班1:7，小夜1:11，大夜1:13，地区病院嘛有同款的规范。目前敢若投票有奖励还未入法。台湾医务管理协会讲，都会区甲非都会区、外区也是内科病房情况拢无相共，无可能用数字固定规范比例，应该分阶段推动，而且最好配套。 必须要保留一个弹性，那个弹性就是能够让整个的护病比的这个数字是能够根据当年的护理师的职业人数跟健保的财务等等去做一个滚动式的修正，牵涉到病人的这个医疗品质，也牵涉到医疗人员的从业的环境，那也牵涉到医疗机构本身。目前差距还大的情况下，大家就要继续来进行这个协商跟磋商。 医师司回应，目前也是会持续推出针对护理人力政策整备的12项策略，和护理人力回流，佮以奖励升做的方式，推出3班和平比达标的病院有奖励，鼓励病院会当增加充足的人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